待会等下还是有神秘嘉宾会唱。对了，他在后面，他等下会出来，你们意想不到。或者是你们现场也想唱歌的，欢迎上来台上，没关系的。有没有人想要来唱歌？我们可以帮你伴奏。然后我们把钱给你好不好？哎呦，拿手话了。好吧。啊，你先想歌啊。那在你们想歌的同时，我们先开始乱唱下一首。唱歌之前呢，有一个朋友，在赛前不是表演前，跟我说他带了2位小朋友，一位是徐家豪，是不是？一位叫张浩文，都在现场。啊，阿弟，你不要乱举手了，你是我表弟，对，你们在这边，你们好，对，我要跟你们讲，你看连他都敢唱歌的，因为，其实我想要鼓励你们的是，待会最后一首歌跟我们一起上台唱歌，可以有这个荣幸邀请你们吗？哎，你干嘛低头？没有啦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很高兴你们来，很高兴你们。他们也从太巴朗那个地方花莲从那边过来，这样，我们是不是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？他们的圣诞愿望就是想要拿我们的签名照拿到家里贴上去辟邪，因为我们长得太可怕了。给我，对啊，因为相片里面看不到我，只有衣服。那个魔鬼最怕了。真的，每次公车经过都看不到他。我开车的时候真的，我有吓到交通警察。奇怪，车子里面没有人啊，怎么会动？他本来要说驾照行照，可是这样子。假装没看到这台车。还有人，好了，这首歌送给你们了哦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首歌了，这首歌叫怎么唱？这首歌不是我们乐团的创作，但是我们常常唱，因为也是我们的好兄弟团，叫小卢凯。打个广告一下嘛，小卢凯，我们的团员都是重复的嘛，没有专一的，我们没有专情的，就是到处骗那个。对，拈花惹草了。欢迎哦。下一班27号，我又要来一次这样。然后我有另外一个也是跟我们卢凯族联庆组的传唱的歌谣队这样。然后我们有创作，也有串珠。创作老金讲的挺快的，我先回意大利。然后也有唱我们部落传。老师还好吗？老师，你错2个字了。然后希望每天买票进场，下礼拜也是不要，有个时间这样可能像我们3份的人，最近龙舟欠收。你不觉得他都没什么营养吗？脸都黑成这样。我们都是发霉的东西。我以前是这么白的。还有说的是白的。自从我爸妈来桃园以后，我就一个人很难照顾我自己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不要在老人家面前开玩笑，因为我爸妈有来自。我今天很紧张我汗颜。好了，真的，下个礼拜27号，27号小卢凯，欢迎大家来，月亮7点半，好不好？唱到无限，唱到太阳出来。第2次的月亮7点半，中间不能休息哦。我们这礼拜我们会在这边起火。唯一入场不用付钱啊，你要带帐篷。入场只要带一根木材就好。而且还要相思木。不要闹了，你可以带快木了。
好了，讲太多了，这也是我们拖时间的一种方式，因为我没有准备都可以。当然这首歌曲小鹿排乐团报告，可能下个礼拜他会来唱，所以我们先帮他试水温。刷来这条歌，一个字，罗凯波尼。两个好，我给。是啊。OK。这个歌是咧讲，是讲起来有无？以前讲牛啊，一个狗牛是鹿改。以前也沙地衣服啊。沙地衣服。这就会叫去买水煎包，大家啥物？我要是个水煎包。水煎包。啊，你讲啥？啊，我一个小王仔，小王子啊。不然你教我嘛，一直笑的。小王子怎么讲？小王仔啊。不然呢？你看你那个主菜都不要笑了，手先牵到手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唱歌了。你们是付钱来听笑话的。好，我给他带来这首，你讲一下这首歌，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你们来的。卢凯的经历。拍手。团长很有磁性。带着你陪白白莲花，在无限里跳舞。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，喜欢看着秋千摆荡后你害羞的模样。路开的姑娘。